钟南山爷爷您好，我是西藏拉萨的一名小学生。此时此刻，我有很多话想对您说。以前我从未听说过您的名字，在这次的疫情期间，老师上网课时叫我们认识钟南山爷爷。第一次知道您是在妈妈的手机上看到的。我看了很多关于您在前线英勇付出的新闻视频，都让人感动。其中一个视频既让我开心，又让我难过。开心的是，看见视频里的您掷地有声地说，很多东西都能解决，有全国有大家的帮忙，武汉肯定能过关。难过的是，看见您为群众的安危而流泪。我也知道了，这么高龄的您这时为何在武汉，也知道您叫钟南山，今年已经84岁了。听爸妈讲，17年前的非典，您在非典奋不顾身地冲在前线，挽救了无数个生命。也就是说，您这已经是第2次加入与病毒做斗争的大军了。这个世上，因为有了您这样不顾个人安危也要保护全国人民的医生，才是真正的白衣天使。爷爷，您辛苦了。我也要向您学习，做一名铮铮铁骨的军人，保卫我的祖国。有您和像您一样在前线英勇付出的英雄们，我们一定很快就会打败病毒，打赢这场疫情仗。我们再也不用延期上学了，也不用害怕打开电视看各种关于疫情的新闻，也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在必胜的信念中浇灌出另一朵花。花开之时，春天才会真正露出微笑。在充满微笑的春天，我真心希望钟南山爷爷您到我的家乡拉萨来做客，那时我亲自带您去看珠峰、布达拉宫、雅鲁藏布大峡谷等，还带您去热情好客的藏家做客。最后，爷爷您也要照顾好自己，别着凉了，一有空别忘了休息。此致敬礼。城关区学小学6年级2班德庆边宗，2020年3月3日。